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是观众欢迎收看2月17日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嘉南苗栗大学为了让师生在上下班、上下课的交通更加方便、加环保，特别赞助182万提供校地，和担起公共自行车，也就是 T-Bike 系统，加增加因学校这站，下晡在市场见证之下正式启用。台南市所新增加的，也就是第23个公共自行车 T-Bike 站，项目正式伫咧市长甲学校的竞争之下，设置启用嘉南药理大学站。当这时，市长一听到嘉南药理大学愿意自行赞助经费，设置 T-Bike 脚踏车站，就马上答应。伊也非常感谢校方对市政的支持甲用心。嘉南药理大学希望能够增设一个这个 T-Bike 站的时候，我还在犹豫。不过他跟我说，市政府要出钱，是学校要出咯。我错一条，我讲是真的还假的？是真的还假的？伊讲真的啦。校长跟大家都希望响应市政府的政策啊，要免费捐赠这个脚踏车啊。我那时候想说，哇，那太好了啊，太好了！我马上跟这个林局长说好，我们赶快答应，免得他后悔。校长也表示，嘉南药理大学地理位置良好，会当骑脚车前往保安车站，也会当到基美博物馆踅踅。那么，保安火车站不只是台铁的路线，它还有高铁的沙仑支线也经过这里。好，这是一个。我们旁边也是奇美博物馆。奇美博物馆是在都会公园，这个都会公园也是我们师生们大家去休闲运动、骑脚踏车很好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非常感谢市政府德政，我们的配合主要目的是让我们全体师生能够好好的来响应。用过后，市长带着市府人员甲嘉南药理大学坐到职员工做伙戴上安全帽啊，骑 T-Bike 巡视嘉南药理大学的校园。一方面体验地摊运输的慢活魅力，另外一方面也咧鼓励大家多多运用 T-Bike， 打造对环境友善的地摊台南。台南新闻网只好采访报道。台南市会前议长李全教涉嫌贿选案，17日上午2审宣判，李全教对1审被判有期徒刑4档，改判有期徒刑3档6个月，而体罚公款依然维持5档，李专案依法也当上诉。一对台南高分院行出来，一寡支持李全教乡亲就相当激动，认为司法安尼判无公平。李全教没有证据有罪。那是什么司法？一个好的议员关刷姑，好不容易等到一个这么好的议员来帮我们服务，没有证据你判他有罪？因为没有金钱的贿赂，也没有这个直接的证据，可以把他判个3年6个月，以及褫夺公权的5年，这个司法不公平，所以我们抗议，伫咧高分院外面，民众大声喊着司法无公平，表达抗议。高分院也马上召开记者会，说明宣判的依据甲理由。那本院撤销改判最主要的原因是，本院审理的时候认定的犯罪事实与地院的犯罪事实范围不同，就选权刑求契约的部分，李全教罪证确实确凿，所以这个部分应该构成刑求契约、刑求贿赂及不正利益。李全教前议长面对安尼判决，
透过电话对我表示，伊认为这个判决有关是政治环境影响司法，不是公正的判决。这个司法就是非常政治啊，要把蓝营从在南部的边彻底拔除掉啊！我想这样的政治环境啊，我们这样判决也不意外啊。但是整个司法的程序正义完全在这一次判决里面完全被陪葬掉了。我想有良知的司法人士应该站出来讲一些话。李全教前议长表示，伊会上诉到底，争取家己最后的机会。台湾新闻网1号采访报道。今日到大学学测的成绩出炉，其中咱台南的主席中学平均分数超越全国，而且全校3分之学生超越前标55分，凸显该校的教学成果。而其中行动不方便的刘兆文，曾经因为身体关系，伫台南中休学3天，最后才转来主席。而得到师生的关心，过来上进，今年嘛考出65积分的好成绩。主席高中刘兆文同学第3回时阵被诊断出肌肉萎缩症，伫学校拢是用电动轮椅代步。虽然伫伊进入主席就读进前，是伫台南女中就读，因为身体因素，也阁有会惊人群的原因，曾经休学3天。后来伫社工甲厝内人鼓励之下，转去到学校。伫接受主席师生开导甲友谊之后，拍开心房，奋发向上。伫今年大学的学测，摕到65积分的好成绩。那时候一直读的时候，有时候会看到一些课本的句子，或是一些那个名人的佳句，然后他们在那时候就是激励我，就是让我有一种斗志向前的感觉。可能原本空白，然后多加一点颜色，让我想要继续走下去这样。然后就是那时候让我开始注意中文那么重要，就是可以激励别人。老师跟同学就是很关心我，因为我以前就是也很怕人群，可是在学校同学都不会太在意我怎么样，然后就是也有同学会邀我出去玩，然后就觉得我也可以像一般人那样活动。我们也相信呢，同学间的互助合作，还有老师呢精进的一个努力的一个教法哈，对学生来讲呢，应该是非常大的鼓励哈。但这边呢，我们值得一提的就是说呢，对老师、对家长把孩子送到这个地方来，我们不但给他很好的品格，也给他很好的生活教育以外，我们也顾到他的成绩。台南主席高中不只重视学生课业的发展，生命教育、人文教育、生活教育、品格教育，拢是学校积极发展的特色甲重点。今年学测5标成绩拢超越全国，全校1/3的学生超越全国前标55积分，8成学生远远超过全国均标44积分，显示出主席高中办学的用心甲努力。台南新闻张伟忠、郭博义采访报道。新来朋友对去年3制作缴费机加缴费 App 以后，互大家印象深刻。伫今年2月10号开始，已经全面实施用信用卡买当缴医药费。对了，后面将缴费时给了一项选择，而且该做法嘛成为全国第一间开办的医学中心。民众伫咧病院住院的时阵，有当时几啊天落来会累积一笔未少的费用。为着互民众毋免揸着真侪现金到病院，也免惊有放弃的风险，所以新台病院伫2月15号开始，透过公务机关信用卡缴费平台，专门开办医疗费用信用卡缴费，方便民众纳医药费。信用卡这个缴交这个医疗费用的这样子的一个便民的措施哈，那本院是全国医学中心第一个，然后提供这样子的服务。我想就是说，这是一个便民的措施。那这个有部分的民众事实上是需要用信用卡来去做缴费。那这样子的话，可以这个减少那个需要携带这个比较大额的现金
来到医院去做这个临柜的这个缴费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伫甲院的收费柜台会当受理29间银行信用卡的缴费，除了医美甲健康检查费用以外，无论门诊、急诊以及住院等医疗费用，都会当以信用卡缴费。不过，依照每一间银行的规定无同，民众可能必须再负担20块以内的手续费。但新闻站山林跟彩虹报道。先休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药物成瘾会使大脑神经传导物质分泌异常，结果脑内的小兵成天只想着吃药，不想好好工作，身体思考都罢工，行为不受控制，还会有耐药性戒断症状可引。被查获前主动寻求协助的病人，不必担心法律刑责。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由南台科技大学所经营的 VR 体验馆，17号即天正式伫台南文创园区甲摆启用。伫典礼当中，邀请了3官学等各界贵宾到场精彩，场面相当盛大。VR 这项新的科技，对去年开始伫全球引起热潮，预计伫2020年全球散达将达到112亿美金。世界中真侪科技大厂纷纷投入这项科技的开发。南台科技大学则以领先全国各大专院校的动画、游戏、活动甲体感的研发能力，率先投入 VR 相关内容的研发，并且伫台南文创园区设立体验馆，将学校师生家己所研发的产品，直接接受消费市场的考验，来提升竞争力。17号即天举办精彩启用，真抢眼甲市民见面。3、2、1，请用剪。这个硬体的这个部分呢，我想我们是很成熟而且很成功。那在这个人才培训上呢，南台愿意扮演重要的这个角色。我们这个中心呢，最主要的就是联合学生，在整个这个中心的这个布局里面呢，是从老师结合学生，然后呢，把所有的研究呢，希望透过消费者的这个检验啊，然后成为真正南台的品牌。那事实上，南台科大在校长的这个高瞻远瞩的领导之下，真的就像产业界为什么能够这么密切紧密的跟学校合作，很重要的是老师非常愿意带着学生一起跟业者结合。南台科技大学师生所创作的 VR 游戏，将先导入体验馆进行商业化的考验以后，佮再依照消费者的回馈进行后续的修正，未来将进一步加入到全球各地 VR 市场，让学生专程参与产品的研发甲制作。伫毕业以后，会当早着丰富的实务经验投入到业界，成为 VR 产业的明日之星。台新闻张伟忠、郭博义采访报道。迎接春天的脚步，百货业者推出春季化妆品节，由今日开始到3月5号，将结合各大彩妆品牌推出保养品、化妆品以及限量的化妆包等好礼，并且邀请彩妆师现场来示范，要将今年上届流行的彩妆销解给大家。今年的彩妆趋势以自然粉嫩为主，用珊瑚粉嫩色系做搭配，打造春天清新好气色。彩妆师凯表示，只要选择正确的眼影甲腮红，真容易会当创造出春天粉嫩的效果。今年的春装比较不一样的是，以往都会是色彩为主，可是今年的春天它是比较
摆在就是底妆的部分。就是主要的话，底妆要呈现出来的是像 Skin Girl， 就是延续我们保养刚擦完的那一种水嫩透亮的感觉，像你面膜敷完之后撕下那一种水亮感。对，然后色彩部分就是以自然为主，但是就是要粉嫩，像春天的感觉。春季化妆品节为今仔日开始到3月5号进行，推出美丽好礼，消费者只要到指定专柜消费，就会当得到品牌独家好礼。想要买化妆品的朋友，唔通错过今年的春季化妆品节。但新闻张伟忠、郭博义采访报道。就伫3月4号，台湾国际蓝电登场进行，南方购物中心今年第2摆，嘛甲台湾蓝会产业联盟发展协会合作，伫1楼广场举办蓝会展览，让民众早一步欣赏到世界各国新奇的蓝会品种。想伫今年度台湾国际蓝展开展以前，南方购物中心特别再次甲台湾蓝会产业联盟发展协会合作，伫1楼举行蓝会展。这次特别展出世界5大洲的新奇蓝会品种，参像模仿生物姿态的蜥蜴豆兰、甲毛毛虫豆兰，也伫展览当中看得到。因为兰花普遍在我们台湾，它的用途还存留在婚丧喜庆、交际应酬在用。我们这一次特别，我们的团队把它设计变成一个能生活化的一些作品，这样的话可能会吸引一些比较喜欢爱花的人士，他能够把兰花走入生活。另外一块的话，就是把台湾比较特殊的、特别大的花，还是新的花做一些展示。另外还有一部分是把5大洲的一些原生种，刚好这个季节有开哦，这一次有特别带来，等一下跟各位分享，就是说它是动物形状的、会动的兰花等等。展览区分做艺术型甲比赛职业级的蓝会，现场阁有做展售，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伫2月28号进前来南方购物中心买花看花。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另外，有报业者对3档前所推出的公益艺术顶点，就一直受到真大回响。而今年业者也邀请艺人徐嘉瑞来规划，总共邀请19位各领域的艺术家、6位艺人，做伙为今年顶点创作。现在这些作品拢伫西门路顶展出，吸引这人伫现场翕相留念。2017成功3月今年顶点，总共展出22件机型雕塑作品。伫全台各地巡回展出，其中12座创作特别来到台南新天地独家展览。展出的作品包括歌手阿玲、詹美琪的跨界创作，另外人气插画家双手猫的大吉鸡，外形亲像巧克力的鸡，也佮有色彩缤纷的细胞鸡，拢去引真侪民众围观翕相。即日起到2月28号，在星光三月台南新天地西门路大门口有展出12座机型雕塑作品。那这次的作品呢，是星光三月百货公司结合艺术、演艺圈跨界去做一个创作的公益活动。那这些展出之后呢，我们会在线上公开去做一个义卖竞标，然后竞标的所得会全部捐给财团法人中华民国唐氏根基金会。这个高水的创作不止好看利益，百货业者伫2月24号将会进行公开线顶竞标义卖，并且将义卖锁定。转手关乎财团法人中华民国唐氏症基金会，希望将爱甲温暖带予更加需要帮助的人。台南新闻张伟忠、郭博义采访报道。一名72岁男性2档前伫接受白内障手术以后，现在除了视力有去较歹，而且目睭4颗灵长各会痛。经过诊断，发现是手术了所产生的感冒病变，后来进行感冒的手术以后，病人镜头才慢慢改善。人工水晶体相关的水泡性角膜病变是一种白内障手术后的角膜水肿。病人会出现看不清楚、甲目睭疼的镜头，推出吉米医学中心为南部病患引进角膜内皮细胞移植手术。相对传统的手术，不但空隙较少，恢复时间紧，
而且也大大降低出血加感染的机会。简单的来说呢 ，PK 这种手术它是全层的角膜的置换，所以它的伤口是非常大的，而且因为伤口大，所以缝的线也是相当多的。那在手术当中呢，手术的并发症，例如出血、感染的这种并发症发生的机会，就相当来说是升高的。那手术之后，因为有缝线的关系，所以散光也是相当的高，所以手术之后的矫正视力也是相当的差的。那如果用新型的这种角膜的手术，我们称为 DSEK 的话，它因为伤口非常的小，所以缝线非常的少。那这个手术的并发症、感染、出血、手术排斥的并发症都相当的低。那因为它没有缝线的关系，所以说散光是相当的低的。这项医术手术除了适合用在水泡性角膜病变，也会当用在任何因为角膜内皮细胞病变造成的角膜混浊。它是适用在白内障手术之后，然后视力有产生看东西模糊，或者是伴随手术眼睛疼痛状况，然后产生人工水晶体相关的角膜水泡状病变，我们称为 PBK。对，它是适用于这种状况。可是它除了适用于这种PBK 的这种状况，其实相对来说，只要是角膜的内皮细胞有任何的病变，比方说先天性的角膜内皮细胞的失养症，然后或者是因为一些病毒感染造成的一些角膜内皮细胞的发炎，有关于角膜内皮细胞的病变，都可以使用这种新型的角膜内皮细胞的这个手术。医师提醒，白内障手术后，若是发现视力变歹以及目睭疼的情形，有可能是因为人工水晶体相关的水泡性角膜病变，建议也是爱到眼科进行评估。感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提醒大家，平时若发现家己有肌肉半暝爱时常起来放，甚至产生尿失禁，医生表示，这有可能来怀疑敢是患着膀胱过动症。医生进一步表示，这项问题不但影响生活加睡眠的品质，嘛因为赶要上便所，增加絆倒风险，所以必要时爱找医生安排检查，找出真正原因。根据统计，台湾40岁以上膀胱过动症的比例有将近17%，除了会随着年龄来增加发生的机会，而且甲糖尿病、尿壶腺肥大等等也有真大的关联。常见的原因包括说，男性的话可能是一些攝護腺方面的疾病，年轻人可能是一个攝護腺发炎，年纪大的病人可能就是所谓的一个攝護腺肥大。那另外呢，有些疾病像是糖尿病也会造成这个所谓的膀胱过动症。然后另外呢，有些病人他如果有吸食一些年轻人他有吸食一些娱乐性的一些药物，像是 K 他命，他临床上也可能会造成这个所谓的膀胱过动症。目前针对膀胱过动症，会当采取行为药物甲手术治疗，亲像较歹食巧克力、咖啡、茶、酒精等刺激的饮食。药物的部分，这是使用抗胆碱药物，不过这款的药容易有喙焦、便秘的副作用，病人并无法度长期接受，因此这时阵就会当考虑注肉毒杆菌来帮助肌肉放松。有些病人在使用的药物效果还是不好。这种使用药物效果不好的时候，这时候可能还是考虑给他做一个所谓的肉毒杆菌素的一个注射。肉毒杆菌素是什么东西？它其实就是在临床上有很多人就是你可以听过，肉毒杆菌素是用来治疗那个皱纹。有些皱纹除皱的，那你想要，这个除皱的药物怎么可以用在这个膀胱过动症？因为主要就是这个肉毒杆菌素它的作用机转是让我们的这个肌肉可以放松。那膀胱过动症的原因是因为这个膀胱的一个不自主的一个收缩。当我们在病人的膀胱帮他注射这个所谓的肉毒杆菌素的时候呢，他的膀胱整个就可以放松，然后进而缓解他这个所谓的膀胱过动症的一个不适感。你如果采取药物，或者是肉毒杆菌注射都无效，可能就要进行膀胱扩张术、加大术，或者是将神经除掉，来增加膀胱欠尿的空间，改善急尿、频尿的镜头。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接下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好天，有时多云的天气，温度17度到26度，袂落雨。
海面电工行列4级到5级，上大阵风6级。感谢收看2月17号的中嘉台湾电视新闻，咱再会。